新舊兩屆港澳區人大代表同政協常委到珠海參加工作會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盛華仁亦都有出席，並介紹人大嘅相關工作。有現任嘅人大代表話，會議有助新舊兩屆嘅人大代表喺3月兩會舉行之前做好培訓嘅準備。楊懷東報導。會議喺珠海度假村舉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盛華仁主持。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以及勞動社會保障部嘅國務院有關部委向港澳區人大代表以及政協委員報告工作情況，彙報咗07年中央預算嘅執行以及財政工作情況，以及08年財政工作嘅初步安排。當中提到會繼續實施穩健嘅財政政策，加強以及改善宏觀調控，推進經濟結構調整以及發展方式嘅改變。另外，會繼續 CEPA 嘅相關規定，密切同港澳特區政府磋商，做好 CEPA 嘅落實工作。而喺勞動保障方面，亦介紹咗國家嘅就業以及社會保障現況，同相關勞動保障嘅立法以及執行工作。兩日嘅會議亦包括培訓嘅內容，令新任嘅人大以及政協會員熟悉國家嘅政治制度同履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職責嘅基本知識。而今次會議，港澳區嘅現任人大代表亦將會向新任嘅成員講解人大代表工作嘅心得同體會，為新上任嘅人大代表喺3月兩會舉行之前作事前嘅準備。有喺會議上發表人大工作體會嘅現任人大常委賀一誠表示，有關嘅會議以及培訓，無論對新舊人大履行自己職責嘅認識都非常重要。我諗係每一年嘅換屆之後呢，我諗新代表嗰個比例係會比較多啲啦。咁樣再重新就係會喺呢一方面呢，就加強係有關嘅培訓啦。呢個工作係十分之重要嘅。作為我哋原來嘅代表嚟講，我哋都要係不斷嘅提升我哋嘅學習嘅水平。所以我認為呢一個培訓工作係十分之重要。咁我諗呢，呢個係一個係好好嘅一個機制嚟嘅。另外，盛華仁亦發表咗人大嘅工作報告，介紹咗人大代表大會嘅制度以及國家相關政策法規同人大需要履行嘅職責同義務。今次會議除咗港澳區嘅200幾名人大代表同政協委員之外，新當選嘅廣東省人大以及政協亦列席今次大會。澳門電視台記者楊懷東報道。